后来继续来到新北市树林的博爱街，这是当地真出名的夜市啊。来踅街甲来食暗顿的人潮是公滚滚。虽然无实施着交通管制，也毋过在地人拢知影，这袂使塞车入来，若塞入来绝对塞车。但是昨日暗有一台玛莎拉蒂海神跑车，就讲塞入去夜市啊内底，结果甲一个女骑士相挨。讲加载哦，是玛莎拉蒂去共压着机车，也若无哦，这个维修的费用遐尔啊大条，女骑士恐惊会哭死。啊，若安尼哦，就换玛莎拉蒂的驾驶目屎那滴咯，因为一大笔维修的费用拢爱家己担咯。400-500万起跳的新车，玛莎拉蒂海神的跑车，甲速度放甲慢，来往的机车是一直闪，维骑士已经闪到上边啊，也是去互 A 到。还好是那个女生没有撞到他，不然这个女生就要哭了。跑车的驾驶当时伫咧博爱街直行，往保安街一段和对向来女骑士发生车祸，好加在是无人受伤。网友将现场的相片翕落来，讲驾驶应该是对外地来的，对附近的路况无熟，才会驶对夜市啊。也毋过发生车祸，玛莎拉蒂真正是目屎那滴。本来就白目了，从来没有车子开进来啦，那他太离谱啦，他是外星人啦。没有常常啊，就除非说开很快才会啊。新北市树林区的博爱街早起是市场，暗时是夜市啊。规工落来人和车真正是客。虽然在地拢知影开车入面根本无在调赛，玛莎拉蒂海神的跑车无细力驶对夜市啊，和机车相撞。在地人就讲，巷仔内底无亲像一般夜市啊，有设禁止汽车甲机车行的交通管制，都爱在地人才会知。也毋过开车入面就踢掉咧，一声相关的单位是袂用的无插咯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